呢個日本品牌 Mif K13A 嘅充電器咧，包裝非常之精美啊，透明一睇咧就見晒裡面個顏色噶啦。咁但係唔好俾佢呢個好似好精美嘅玩具嘅包裝呃到喎，佢嘅功能咧係非常之強大嘅。最強大嘅地方咧就係佢支援呢個 PD 3.0最大輸出有成35瓦，而且咧仲係雙向嘅，無論你係插條 Type C 嚟充佢啦，定係你輸出用佢條 Type C 輸出都好啦，都有35瓦嘅。咁啊有別於一般咧 PD 3.0嘅20瓦，喂35瓦真係快過20瓦好多㗎。跟機咧有2條線嘅，除咗條 Type C 之外，仲有條 Lightning 啦。除咗 Type C 有最高35瓦嘅輸出之外咧 ，Lightning 都唔弱㗎，最高有20瓦嘅輸出勁過嗰啲12瓦、15瓦輸出好多㗎。除咗內置嘅 Type C 線同埋 Lightning 線之外咧，仲可以加多一條 Type C 咧，咁就一次過可以充3個設備啦。安全認證方面咧，亦都攞齊3C 啦，同埋聯合國嘅認證啦，有埋可以追溯嘅二維碼啦。咁你哋就算咧上飛機返內地咧，或者搭國際航班都冇問題㗎。我仲中意佢嘅外形設計啦，嗱呢條咧係 Lightning 線，但係咧都好似一個手繩咁樣嘅，而且咧有別於咧其他扁平長方形嘅 Power Bank， 咁呢個咧好滑淨、好靚，摸上去咧好舒服嘅，咁我估計女仔咧都應該會中意嘅。前面仲有一個顯示屏顯示電量咁剩翻幾多電一睇就清楚晒啦。電容量有10000個 mAh除咗我手上嘅白色，大家見到仲有淺藍色啦、紫色啦同埋黑色嘅。中意外形輕巧又要超級快充嘅你咧，可以揀翻一個啱心水嘅顏色啦。X-Power 代理嘅 Mif 有1600萬保險，180日內仲有壞1換1添。